70年代初期，國際恐怖活動日趨活躍。當時咧，香港政府同世界各地嘅政府一樣，認為咧有必要成立一支特種部隊，專門打擊恐怖活動。嗱，喺呢個大前提底下咧，香港警務處喺1974年成立咗特別任務連，俗稱飛虎隊，取其好似老虎一樣咁威猛嘅象徵。而飛虎隊嘅職責咧，主要就係處理恐怖襲擊同埋嚴重嘅罪案，當中包括處理大型挾持人質嘅事件啦，同埋涉及槍械嘅嚴重罪案等等。隨住飛虎隊嘅成立，香港警隊處理恐怖襲擊同埋嚴重罪案嘅能力得以大大咁提升。而事實上咧，喺過去嘅35年以嚟，飛虎隊不斷強化反恐嘅能力，並且咧鑽研同埋採取高效能同埋可行嘅行動模式。而目的咧就只有一個，就係咧要確保飛虎隊有足夠嘅能力去對付可能會對香港構成威脅嘅恐怖活動。飛虎隊成立咗35年以嚟，不斷喺度發展，由側重隊員、武器以及戰術呢啲基本元素，到今日喺先進嘅科技同埋器材配合之下，飛虎隊喺反恐同埋應付悍匪嘅整體能力已經提升到另一個層次。不過由始至今有一個不變嘅元素，就係我哋對每一個隊員嘅體能、心理質素，以至個人紀律，整個團隊嘅合作精神，都係要求最高嘅。有3個可疑人喺 target 出面徘徊。收到，我睇到。飛虎隊嘅成員咧係需要24小時候命，隨時準備上天下海，攻入對方嘅陣地，拘捕悍匪，甚至咧係恐怖嘅分子，拯救生命㗎。當執行呢啲任務嘅時候咧，成功嘅秘訣最重要咧就係在於行動保密，而其次咧就係速度、果敢同埋謀略啦。基於呢個因素咧，飛虎隊嘅成員喺行動前必須要經過周詳嘅計劃同埋部署，行動咧先至能夠得心應手㗎。不過咧，由於要處理嘅案件多數咧都係涉及槍械同埋嚴重嘅罪案，所以咧喺執行職務嘅時候都存在一定嘅風險㗎。其實飛虎隊嘅工作係咪真係咁危險咧？你嘅屋企人又有冇擔心你從事呢一份職業咧？的而且確咧，呢份工作係高風險嘅工作嚟嘅。所以每一個人咧喺經常無時無刻咧都集中呢個嘅專注力啦，同埋呢個嘅精神。唔單止行動，喺日常嘅訓練、射擊啦、戰術啦、體能方面一樣。雖然有一定程度嘅風險，但我哋每一個人都非常熱愛呢份嘅工作。至於屋企人方面，佢哋當然擔心啦，尤其是知道我哋有嘢做嘅時候。但係因為工作係我哋嘅理想，佢哋都會支持。當 SDU 接到受生化襲擊情況而出動，所有人員都會穿上防生化衣服及保護裝置趕去現場。當有隊員喺生化襲擊情況下受傷，救傷支援隊嘅人員就會盡快到現場施以援手。首先，將受傷嘅隊員穩定傷勢，初步處理創傷嘅部分，跟住將傷者撤離現場，轉送生化除污中心。將所有污染物品清除，同時施行急救。當清理程序完畢，立刻將傷者送院作進一步處理。要成為飛虎隊一啲都唔容易㗎，因為咧要通過非常嚴格嘅遴選程序，當中咧包括體能、心理同埋能力傾向嘅測試。整個遴選程序咧係長達2個星期，而成功通過遴選嘅人員咧，仲需要接受為期8個月嘅基礎訓練。最後咧能夠通過測試同埋基礎訓練嘅人咧，就可以躋身飛虎隊嘅行列啦。而由於過程咧實在太過艱辛啦，所以最終能夠通過嘅人咧並唔多㗎。咁
其實飛虎隊嘅工作同埋訓練咁艱辛啦，咁點解你會加入飛虎隊嘅咧？能夠成為飛虎隊隊員係我畢生嘅志願先啦。咁而喺參加飛虎隊輪選嘅過程裏邊呢，係我咁大個仔以嚟最艱苦嘅階段嘅。我經歷過多次嘅失敗，但我依然冇放棄。最終成功通過輪選成為飛虎隊隊員。而我覺得成為飛虎隊隊員必須要有強健嘅體魄、鬥心同埋自信心。而我能夠成為飛虎隊隊員，我感到非常之自豪。飛虎隊嘅輪選必須係要咁嚴謹嘅。我哋揀嘅同時一定要有好大嘅決心同獨立能力，能夠喺危急嘅情況之下仍然保持冷靜同清晰嘅頭腦，咁樣佢哋先至可以勝任飛虎隊嘅工作。我哋亦都喺泳池嗰度咧做過啲 practice。飛虎隊工作嘅範圍咧非常之廣泛㗎，上天落地下海，佢哋全部咧都要兼顧。而家見到嘅咧就係飛虎隊嘅隊員接受緊潛水嘅訓練啦。課程咧除咗理論講解之外咧，潛水實習自然就係重點訓練之一啦。我哋咧安全，然後先慢慢回升翻去我哋嘅水面嘅。咁呢個咧就有關我哋咧做一個減壓潛水或者減壓停留嘅一啲規定嚟嘅。淨係8個月嘅基礎訓練當然係唔足夠啦。其實飛虎隊大部分嘅工作時間咧都係用喺訓練上面，包括咗個人、小組同埋團隊嘅訓練。雖然只係訓練，但係所有隊員咧都係非常認真咁樣參與，視訓練咧為實戰一樣。因為呢啲嚴格嘅訓練咧，可以令到隊員之間建立默契，從而可以更加有效同埋安全咁執行職務。你哋飛虎隊嘅訓練咧，真係非常之認真同埋嚴格嘅喎。係啊，咁我哋咧會透過訓練咧去增加我哋嘅經驗嘅，咁學識去評估形勢啦，同埋改善我哋嘅表現。而大多數我哋嘅訓練咧都會模擬真實嘅情況，雖然係模擬，但係咧我哋都會認真咁樣做嘅，絕對唔會馬虎，因為生命冇 take two， 少少嘅錯誤咧都會影響晒成個嘅行動嘅。為咗應付恐怖分子同埋匪徒日新月異嘅犯案手法，飛虎隊成立35年以嚟不斷進行改革，特別加強收集情報嘅工作，令到佢哋可以更加了解不法分子最新嘅犯罪動向，從而制定相應嘅策略同埋作出打擊。此外咧，飛虎隊亦都需要定期檢討訓練嘅課程，以及購置新嘅武器同埋裝備，務求以最高嘅效率完成任務。飛虎隊不斷求進，我哋積極參考其他國家特種部隊嘅行動模式同水平，去鑽研我哋嘅戰術，亦都引進先進嘅科技，進一步全面去完善我哋嘅作戰能力。但係最重要嘅都係要透過嚴格嘅輪選、訓練同埋累積行動經驗，去培育出一班最優秀嘅隊員。因為每一個飛虎隊員都係我哋最寶貴而冇其他嘢可以代替嘅資產。飛虎隊要把守嘅係最後防線，所以我哋時刻都保持最好嘅準備，去捍衛香港嘅治安。